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初9AM新闻，我是嘉豪。今开始先要大事台，头先就来报人知。在国内武汉肺炎病例是无增加，不过在菲律宾新增加的感染者，其中一位是台湾人，目前正在调查。另外，买水烟的新制度也正在规划。意大利疫情严重，当地政府开始封城，不过台商认为看出办事，留学生却无信任意大利的防疫材料。武汉肺炎影响到真侪有名的餐厅和大饭店，互因提早把店面收起来。在咱台湾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连续3天拢无增加，依次在45例。不过，小隔壁的菲律宾却是增加4例，其中有一位阁是台湾人。菲律宾官方也怀疑讲，这感染源是对台湾来的。经过疫情指挥中心的调查，应该是伫菲律宾就感染啊。另外，徛名买水暗2点控的制度，新的规划也已经出来了。菲律宾卫生部中地公布新增4例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其中一例是台湾籍患者，而且捌甲咱国第44例确诊病例接触过，怀疑感染源来自台湾。对此，咱国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国内44例伫2月28号、3月初3去菲律宾旅游，初2伫当地就出现老的症头，3月初5转来采检确诊。伊的菲律宾台籍朋友伫3月初3出现症头，3月初5采检确诊，两个人发病时间只差1天，检判两个人应该拢是伫菲律宾的时阵防卫着。他们2个有可能是在差不多同一个时间感染，而这2个人呢，他们是透过共同的朋友而认识的，在这之前并不认识，所以说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在菲律宾见面的，所以说他们如果受到暴露的时候，我们觉得应该是在菲律宾受到这里面的暴露。好，另外，指挥中心也针对44例带做伙的人采检，2摆拢是阴性。血清检测也无抗体，所以认定44例伫国外胃着病的几率悬。未来将利用基因定序方式，将44例病毒株进一步厘清状况。应付武汉肺炎疫情，自2月初6实施的喙暗实名购买制，因为喙暗产能提升，估计后礼拜逐工会当生产1000万片，所以除了原来局卖之外，将另外增加网络预订超商提货模式。线顶买会有插卡像自然人凭证、健保卡等，甲无插卡方式。大人每7天买3片的限制暂时未改变，希望互上班的人也会当买到。对于上班族，这边因为在上班的时间，不容易来排队，所以那边的购买量相对的比较低，所以想开放这样子网络来订购。指挥中心强调，网络预订喙暗模式，初5下昼会展开压力测试，正式上路的时间要等测试结果出来才决定。另外，一年一度伫瑞士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 （WHA） 即将要伫5月举行，各国近来已经陆续接到邀请函，但是中回应表示 ，WHA 拢已经自行难保啊。若讲有召开，无论台湾敢是有收到邀请函，台湾一定会去向世界发声。记者综合报道。意大利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伫初8也已经增加到7375人，死亡人数也来到366人，是世界上第2严重国家。因为总理孔蒂初8也签署紧急法律，甲全国上界好业的伦巴第地区、甲边啊4个地区拢总封锁起来，也一直封到4月初3。Stiamo affrontando un'emergenza nazionale. L'abbiamo fatto sin dall'inizio con misure di massima cautela, la stiamo affrontando con consapevolezza, senza sottovalutarle. 意大利的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甲当前死亡人数增加，总理孔蒂初8签署紧急法令，甲金融重点米兰所属的，也就是全国上富裕的伦巴第大区，还佫有4科维亚4个地区14个省全部封锁。观光重点威尼斯嘛，伫个名单以内，受影响的人数一下拄5万人，增加到1600多万人，超过意大利总人口的1/4。消息打公布，每一个去互封锁社区的居民甲游客，向落伍未清楚新的措施要安怎实施，还佫有当时开始实施。游客赶紧进入去，敢若有徛位的火车，无喙暗就用围巾甲面往起来，做伙分享会当杀菌的洗手剂。Però non capiamo se possiamo spostarci per andare a lavorare e quali sono le motivazioni che si possono portare si possono portare a giustificare uno spostamento all'interno di questa zona rossa. Se uno lavora al di fuori della provincia di Padova, a Vicenza, che in realtà è vicinissima da Volganeo, può andare, non può andare, sono questi
i quesiti fondamentali che si pone chiunque。所有公共场所，譬如讲博物馆、电影院、购物中心，甚至是婚礼，拢全部暂停，来阻挡病毒继续传。初五开始，伫罗马典村的文艺复兴大师拉斐尔500年大典嘛，临时关起来，互拄种的所在，或者是拄国外赶来的人，感觉真无彩。Ci hanno anche detto che ci verranno rimborsati i biglietti, ma non ci daranno una nuova prenotazione, quindi probabilmente rimaniamo fregate del tutto, perché pare che sia già prenotatissima questa mostra, quindi niente.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固定伫咧圣伯多禄广场举办的礼拜日弥撒，册被改换做网络直播，透过广场的4个大银幕向信众来报道。方济各伫咧讲话时阵特别慰问，因为病毒传播当地艰苦的民众，嘛坦白讲感觉家己若想去用关伫人仔底。真有名的跑车制造商法拉利、兰博基尼等等的大手所在地摩德纳市，当地一个家家册被发生受刑人示威抗议意外，因为为着防疫新措施取消家属会面，一直到4月初3为止。南基普利亚省的省长阁发表无欢迎北方人道南的言论，啊，因若是伫咧路呢、车顶、飞行机面顶，就爱随关头或者是落车，唔通甲病毒带来南方。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意大利宣布封城，台商甲留学生拢受到真大影响。伫意大利的台商会长表示，目前当地政府也无真严控伫咧管制，暂时无要等台湾因的看书办书。不过留学生却是真无共，因对意大利的防疫是真无信心。受武汉肺炎疫情冲击，意大利封锁金融中心米兰甲观光胜地威尼斯等地，不止游客甲当地民众惊吓，当地台商也受影响。面对疫情真紧加分，台商也开会讨论strategy期要如何应应。不过台商表示，意大利政策较宽松，即马封城并无完全禁止出入，有未少的留学生已经表示想要回来台湾。台商大部分都有家人在这边啊，可能他的这个太太或者是家人都在这边哦，所以他比较没有那种急迫的回去的感觉哦。那最可怜的就是这些留学生啊，在米兰的留学生呢，真正有签证的至少有200多个人。罗天豪表示，目前交报甲留学生拢真欠催安，未少人向伊求助。伊认为意大利甲台湾伫面对疫情的处理上真无同，互因无敢若有信心也诚真。即马意大利上需要的可能就是台湾的指挥官陈时中。所以这个跟意大利的他们的这个个性就显现在这个他们的法律上面，也是因为这样，他们做事情不踏实，所以今天防疫就是有很多的漏洞。真的是这么严重的话，只有陈时中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假使疫情更较严重，台商也会考虑离开，是不是要撤侨？外交部长吴钊燮强调，有需要随时应提供协助。我们的驻意大利代表处都能够提供协助。那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侨胞跟我们提出这些相关的要求，但是如果有的话，我们一定帮忙。因为台湾的防疫措施真受各国肯定，未少友邦也来称赞。伊透露外交部把3摆召集驻台人员说明，提供别国防疫的经验。另外，驻外人员甲冠销反映催安无够部分，外交部已经经过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同意寄出催安，差不多1礼拜寄出460片。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看伊朗。伊朗的武汉肺炎感染人数也已经来到6566人，死亡人数也有194人。伊朗航空对初八开始暂停所有欧洲航班。伊朗的对头湾家主沙烏地阿拉伯也甲出产石油的所在封锁，就是要来防止武汉肺炎。伊朗卫生部发言人初八伫咧德黑兰的记者会面顶通报武汉肺炎感染甲传播的数字真惊人，全国31省都有确诊的患者，过去24小时就新增加743例，敢若是首都德黑兰都有1805个人感染，数量是全国上悬的。伊朗政府伫咧境内15个省实施旅游禁令，各级学校甲大学停课，一直到波斯新年结束为止，也就是差不多4月初左右。Less than 2 weeks, it's Nowruz, the Persian New Year, perhaps the biggest and most popular national holiday where Iranians get together and socialize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the way it usually does. Another hit to this country that has seen many crises over the past couple of years. 个人伊朗航空特别宣布暂停所有飞去欧洲的航班，一直到有进一步的通知。不过声明当中完全无讲到关于武汉肺炎的传播，敢若讲是受到欧洲政府不明原因的限制所造成的。欧洲航空安全局2月初3禁止伊朗航空3架客机飞过欧洲的领空，理由是因无进行必要的升级，无法度得到飞行授权。若是瑞典是伫咧3月初2，用德黑兰无法度控制武汉肺炎继续传走理由，暂时对伊朗航空落禁航令。伊朗会属着沙烏地阿拉伯，特别嘛对是派人口上济产油重镇，盖提夫省实施暂时性的封闭，来阻挡当地在伊个确诊病例的病毒继续传。沙烏地这个王国到目前为止，所有去用体检确诊的患者，若毋是有伊朗旅游史，无就是甲有旅游史的人接触，转来去用挖着。沙烏地内政部伫咧声明当中表示，封锁盖提夫省的出入，除了必要的单位以外，公家机关甲私人机构全部停业。毋过商业物流是照常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目前日本的武汉肺炎感染人数已经有1205人，15人死亡。南韩有7478人感染，死亡是有51人。日本对今日开始对中国加韩国施行入境管制，南韩也在今日对日本施行入境的限制。对此，南韩嘛伫同一天实施反制措施，同款限制日本游客入境要隔离14天，而且无要搁予日本游客免签证的优待。和平常时人真侪首尔仁川机场的大厅看起来是真空。初到早起为台版飞南韩的班机嘛只有25名乘客，大部分拢是南韩人。伫南韩的翠暗实名制度嘛，为初到开始，和民众1礼拜会当买2个翠暗，所引发南韩民众的不满。5천만 국민이 이걸 마스크로 살라고 새벽서부터 늦게까지 줄을 서게 했던 거는 아주 어리석은 행정입니다. 即马南韩新天地教会检疫嘛，伫要收煞，所以病人增加的速度开始放慢。也毋过，同在区的大区市内，阁有超过250名的教徒也未接受采检。大区市府嘛表示，若是这教徒到初9半暝阁无爱接受采检，就会甲因告发。另外，已经有超过100个国家对南韩祭出了入境禁止令，加上伊朗嘛是疫情严重的国家，南韩政府考虑要伫这礼拜派出专机前往伊朗撤侨。记者陈世栋报道。受到美国影响，台股是开价走价，落尾赔344点。后股又开始真侪人想要卖出去，包括中国、香港、日本、韩国，因收盘也拢是落价情形。国际油价一直落，佮加上烦恼武汉肺炎疫情致使经济衰退所造成的美国期指开始卖流行，阿国今仔日嘛对咧跌，台股开盘跳空开价，指数超过300点，面对11000点关卡的保卫战，指数一路降价，尾场收盘落344.17点，是1月32日以来上大的价点，收伫咧10977.64点，成交金额是新台币2309.72亿。因为疫情目前看起来有一点失控。尤其在欧美地区，而且很多的企业开始调降它第一季的一个财报的部分。你看，苹果、微软大厂都是一样。大家可以看到，像今年的苹果的手机，像华为的手机，可能的整个销售量都不如当初的预估。今仔日8大类股拢是落个局势，尤其是大型宽体股，佮受到真大冲击。像讲台积电落超过2.5%，台理工、国际、南亚科拢落超过3%，联发科嘛超过4%，金融股的富邦金、中寿甲元大金拢超过3%。基本面的影响，现在也在盘点，像服务业啦，或者是交通运输业、旅游业这些，当然影响蛮大的，但是。就比较重要的产业来讲，慢慢的已经恢复正常啊。股市不是看1天2天呐，我们会看一个趋势啊。其实除了台股落真济以外，亚股嘛是出现真大压力，包括中国、香港、日本、韩国等等拢是落个局勢。其中韓國股市收盤落4%，日本股市收盤時陣嘛落尾5%。今日の東京株式市場は全面安の展開となり、日経平均株価は取引開始直後に去年1月以来。およそ1年2ヶ月ぶりに2万円を下回りました。分析师认为，目前欧美疫情拢有继续伫传的状况，佮加上美国政府目前对防疫措施的态度佮看袂出来，万不疫情的时间若是佮悠长，股市大起大落的局势也是佮会继续。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这波疫情是继续伫咧影响到观光餐饮业，也真侪店家决定要收起来，甚至有的大间饭店也决定要先来停业，进行建筑物的改建。伫6号客栈内底金凤厅用车塞点心出名，营业40多年，是甲真侪台北人斗阵大汉的古早味。毋过6号客栈就要结束，真侪顾客赶紧来怀念细汉的好滋味。小时候长辈带来的话，当然就是什么东西都好吃嘛。那后来自己花钱来吃东西，就觉得吃的是一个感觉啦。那今天看到新闻，吃的也是一个感觉。那我们的客房服务呢，原本预计是年底，那我们后来有因为这样一个大环境的状况，配合餐厅休息的时间，那我们是稍微提前到5月底。6号集团强调，营业48年6号客栈，去年申请规脑中建通过，原本年底结束，要起20层楼高的商业大楼，即马趁市场不好，提早结束。受疫情冲击，一个台北市有名餐厅上万楼瑞和分店宣布营业到这个月截止。以北平菜起家上万楼瑞和分店营业已经10年，业者讲无疫情进前1楼食饭时间拢客满，即马常常连1楼拢坐袂满。掉了一半以上，嘿，对。观察附近的客人、上班族，他们都改成什么样的模式？改成就是外带便当，就是附近这边很多卖便当的，那变的是大家都会改成便当带走回去吃这样子。人较侪台北市餐饮拢挡袂牢，交通部长林佳龙承认疫情发展比原来有期严重，为挽回国际观光客，交通部编列5亿预算，要进行国际行销。台湾防疫是第一波行销主题，无排除发予入境观光客催安。如果台湾的口罩够多，每一个国外观光客来啊。如果都先送他欺骗了，那这也是一种方法。因为我们现在如果能够日产超过1000万片的时候，我们就反而变成一个可能防疫的大国，这些物资就可以来配套。交通部表示，为互观光客正做防疫抗胖，已经准备观光复苏期的行销，锁定日本、韩国、新南向港澳甲欧美5大市场，强调台湾是应放心佚佗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也互业界风水轮流转，因为转单效应的关系，订单走来到台湾，也互集体电路、电脑相关产业电脑变真清，甚至桃园园区到单也未出现放无成价的情形。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台北市已经未少有名餐厅陆续宣布停业，未少旅业者这次无成价。反倒来看电子业，尤其新店区下园区，目前无成价通报是0，而且特区管理局预估，到今年第4季为止，出口订单依然是正成长。整个台湾半导体产业上中下游供应是蛮完整的，所以目前还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科技部公布国内3大区下园区，去年规年营业额2兆6311亿，年增率1.39%，出口金额2兆669亿，年增率将近16个百分点，就业人数超过18万，拢创历史新高。不过台南区下园区传出有某一间供电厂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订单减少，这次部分工时减少，业者烦恼恐惊引起连锁的效应。它其实是因应整个景气的影响，对于劳雇双方协商减少工时。目前也大概只有预定在3月6号到3月底这段短暂的时间。真正的效益可能还是要到4、5月，递延效益真正会不会出现问题，还是要到那个时候才看到。科技部部长陈良基烦恼，卡出疫情时间久长，供应链恐惊受影响。政府这次防疫千亿补，只要是连续2个月平均营业额比去年同期或者是去年下半年平均营业额少15%就已经申请。营业下降的话，它才符合这个标准。那这个15%的话，这样子会不会门槛太低？一定是受到这次疫情影响，它才可以来申请防疫千亿保，所以不会。那额度有没有上限？多少？我们如果说一般振兴的这个周转中小企业的部分，我们是定2000万。经济部强调，防疫千亿保应提供8亿保证存款给金融机构，应承做10倍额度，无限制产业类别都应申请比SARS时期更较放松。不过贷款期间，卡数减薪或者是裁员都未当申请。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因为疫情的关系，台北市政府对拜一开始也当咧试在家办公。另外，台北市捷运也已经有买磅体温的显像机，会放伫人较侪捷运站，按算3月底又会人来试用咯。
武汉肺炎疫情继续拖烧，台北市政府先举办居家办公，由人事处甲研究会先找10个人实验，以远端网络方式登录到台北市府的内部网站处理公文。台北市长郭文泰指出，上重要是建立系统，伊强调不只是为这摆疫情，要个规个政府异化。整个政府的异化还是要做，所以今天讨论说，你是要用自己家里的电脑，还是要用市政府代为给你的那个 notebook 嘛？哈。因为如果是我给你一个 notebook 的话，里面就有内建的程式嘛。但是我说开玩笑，我说这个我们如果有5000名在家里办公，这个显然不切实际嘛。因为居家办公呢，它还是必须连接到我们一个VPN， 就是我们一个企业的私有的网络，再连接到市府内部的资讯系统来。那目前这个 VPN 的一个流量大概是容许1000人。居家办公治安正做上大关键，台北市府第一波试办了后，会看成效进行第2波试办，暗过人事处也承认，第3甲市民面对面接触的业务并不适合。为因应疫情，台北捷运公司已经买量体温的显像仪，会放伫人较侪捷运站，亲像台北车站、中校复兴站、市政府站等，按算3月底正式使用。红外线显像仪的话是大概有20台，那会在比较大的转运站的部分做设置。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筛选到一些应该是说如果发烧的民众，我们希望他能够就医。清明特别到啊，爱细致群组感染，台北市会针对塔楼采取人流管制。另外，专家车方面会研究配合塔楼管制调整班次，避免人群大量聚集。伫社区防疫部分，未来台北市防灾司会甲社区里长、民政局这单位成立防疫小组，安全甲8층的公寓大楼联络宣导防疫。记者综合报道。若准备去病院共看民众，就要注意咯。亲像南投甲桃园，目前拢是禁止民众去到病院探病。另外，未输北港人小过年的北港妈祖，旧历3月19召经活动，在今年也决定讲要先停办1年。无论是要来病院看诊，也是陪人来看病，即马入去病院拢爱实名登记。南投县拄3月7号开始，佮规定县内10间病院禁止来看病人，陪伴来看诊的民众是限制1个人。民众大部分拢支持新的规定，认为讲甲防疫做好上重要。有这么疫情这么严重大家好不能探病可以用那个视线呐，这样好啊，这样能够防止疫情的扩散啊，这样很好啊。南投县卫生局表示，为着医院国内已经有医来感染发生，所以才会决定要对桃园市禁止来看病人的规定做。南投县10间病院，还有附属的7间护理之家，全部停止来看病人，希望讲会当降低感染的风险。我们也担心说，如果本县有院内感染，可能会造成社区大流行，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5的本县的县级的第7次的应变会议里面讨论，就是在今天同步就是进行全县的10家医院全面禁止探病。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的，还有宗教活动，等于已经有真侪妈祖庙决定要甲温景的活动延期。原本定伫咧4月12举办2天的北港朝天宫妈祖温景活动，7到经过庙方开会决定，今年的活动停办。今年拄着拜6礼拜，所以人会愈济，所以呢，我们配合中央今年北港亚妈祖停办1年。北港朝天宫表示，英过来参加温景的真侪拢是外地信徒，虽讲活动敢若2天尔，毋过若是出现疫情，真正是无法度掌握源头倒位来，所以决定停办1天。希望讲所有信众拢会当体谅甲配合。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有一间药局，当着来买喙暗的民众，介绍无满意买喙暗的过程，就共迫害人的店家。在新北市也有民众不爱排队，就规气药用偷摕，也向医生发办啦。怎样？叫警察来啊！这个查甫人真大力，甲药局内底的货架也占落，顶悬的物件落甲规涂骹，搁甲头家娘呛声。这场冲突是发生伫咧3月7礼拜暗，这个男性到台中市南屯路这间药房，要徛名一个囡仔喙暗刷竞东竞西。一开始就要挑要卡通图案，然后就是手上翻来翻去，我们就拿给他看，拿给他看，然后他又要挑颜色啊之类有的没的，一直要挑来挑去这样子。药师表示，这个男性毋若想要警有花草的囡仔喙暗，而且嘛无穿银角啊，搁歹声哨，含头家娘冤家，入来到地搁乌白占货架啊，拄到这款的民众，药房是真无奈，其他的民众嘛拢无法度认同这款的行为。其实大部分都蛮好的啦，大部分都很客气，只是偶尔遇到几个这种，就会让你觉得很无力感很重这样子。
对，然后电话会接不完，问酒精、问口罩，其实真的会很多啦。因无迄个义务替咱服务者的，免钱的，阁去人安尼家欺负，所以我感觉足无辜的啊。民众是认为药局甲药师拢是无另外领薪水协助政府来卖翠暗，大家应该爱多多体谅。另外，新北市邦桥区有一个负责人，因为爱定定去病院看病，煞阁无想要排队买翠暗，直接去药房偷18个 N95 的翠暗。警方接到报案，调监视器追查，还无一天就抓到这个负责人。侦讯了后，以窃盗罪移送法办。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现处时，唔但爱对付疫情，也爱对付疫情的假消息。警方都查到2个对境外来假消息，拢是透过面册伫咧流传，内面拢是一寡简体字甲中国人所使用技术，唔通认为讲转传是无代志，也已经有掠4个民众去治罪啊。武汉肺炎的疫情继续伫咧传，这阵假消息是满世界。有网友伫咧面册铺文讲，疫情只要超过40个案例，总统就爱落台。也有高雄、台南等等的所在，逐工拢爱载几若卡车的尸体去台中烧。这文章内底唔但出现真侪简体字，而且也有中国的词类。警方追查了后，发现这拢是境外来的假消息，已经找到散布这消息的人是新北市3个查甫人。昨天我们清查到3个色情网站的账号的一个真实姓名，我们陆续把它传唤到案，所以这一个网络的转传的有3个一个真实姓名，我们也是依社违法来做63条的移送法办。境外来的假消息也有这篇顶头写讲，叫大家就爱赶紧离开台湾。人北的肺炎即阵大串联，加1礼拜，台湾就爱封城。散布假消息的人，也搁放一张相片，讲这是台南失控的现场。警方调查了后，也抓到这个使用面册的人。3月8号，我们侦缉大队值日受理以后，机关署给我们以后，我们受理以后，我们立即展开侦办，那立即传唤当事人到案。那侦讯完毕以后，依社违法63条来移送法办。防止疫情继续传，即阵就搁爱提防有人调工用疫情的名机，互大家心惊惊。警方也提醒民众，伫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网站查证内容是毋是事实，唔好乱传，较袂去防法。记者王兴忠、阿敏珍、桂俊林台北报道。国际上要紧，听话说分明。自从宣召公主号发生问题了后，游轮有影是人看人惊。有一台意大利的幸运号，世界封拒绝了后，新加坡也决定讲车闸要互因回来靠岸。另外，伫埃及的游览船已经有45位感染者以外，在其他所在伫车尾阁增加7个啊。Proximity to the Oakland airport, which will provide us the ability to allow foreign passengers on this crew to be repatriated in their home countries. There will be no contact with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nd terminals at the Oakland airport. This will all be separate. 原本记者和至尊公主号停靠的奥克兰，伫地方甲联邦政府多处协调，决定和邮轮伫当地时间初9日傍停靠。外民众会当看到，包括海华防卫队甲加州国民兵的直升机分别起飞，先就邮轮顶有紧急医疗需求的乘客就近送医治疗。路透社报道指出，2400多名乘客中，962名加州居民被分别送往菲尔菲德甲圣地亚哥的海空军基地安置，其他州的美国公民会被送去乔治亚州甲The operation will be conducted in a manner that minimizes the time for the Grand Princess to be at the Port of Oakland, and that once the disembarkation operation is complete, that the ship will depart Oakland, that no one will be quarantined in Oakland or released to our community. 就伫美国国内病例增加的同时，大选年的政治集会也成为焦点。当地出席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的德州参议员克鲁兹，初9伫家己的粉丝页公开宣布，伊伫会议上短暂讲话无到1分钟的某一个与会者，后来被确诊感染武汉肺炎。克鲁兹强调，10天内伊家己无出现任何异状，也过会按照规定自行伫厝隔离。伫中东方面，另外一只夜传出武汉肺炎病例的尼罗河游轮，同款也伫埃及引起惊吓，因为除了阁有新的确诊患者出现，靠观光发财的埃及经济更加面临唔知影的危机。增加的7名病例，多数甲原来的48名病例有接触经验。埃及官员强调，国内外民众无必要伤过反应，埃及也是值得旅游的地点。
传出病例的船只和各国险情远，无确诊患者的游轮却也难逃同款的命运。登记意大利的哥斯达航空号伫达纳苏回路程中，先后被泰国甲马来西亚记载入港，最后伫母港所在的新加坡同意予伊困还。当然，新加坡也会对旅客进行病毒体检，码头原则也是保持开放。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对外表示，因的疫情目前正在收煞，而且当在严重的时阵，有起14间的收容病院，到今也加剩3间尔。中国的卫生单位也强调讲，初步敢若增加40位感染者，而且有9成拢是乌北的在地人。总共是收治了1760个病人。上下尾一个患者顺利出院，武汉客厅方舱病院宣布休测，不爱阁伤患者。中国伫咧武汉发生真严重疫情的时阵，来起一个有紧急救治、外科处理等等多功能的方舱病院，专门来收轻症的患者统一治疗。根据新华社指出，武汉14间方舱病院总共收12000多人，剩3间各有100多患者，其他11间方舱病院都已经休舱。这个休舱呢，要等到真正的疫情。中国官方讲疫情已经变较稳定，中国卫健委除了争取第一车走甲所有方舱病院休舱转做待命的状态，嘛强调初步上新疫情的状况，新增加40例确诊，其中36例是拄乌北来的，其他4人是拄境外来的。湖北省以外省份本地新增确诊病例数，2月27日以来均在个位数。3月7日至8日连续2日无本土新增确诊病例。毋过，武汉目前还未解除封城，所传出武汉的天河机场准备要复航的消息，引起大家讨论。乌北机场集团赶紧飞回，是提早退复航，做人员培训、设备检修等等正常的安排。强调讲复航的时间也是中央来决定。另外，福建泉州的隔离旅馆进前意外放弃，目前已经救50人，11个人死去，还有21个人等待救援。169辆消防车，含47套生命探测装置，848名指战员。中国昨日真侪人来对抗武汉肺炎，国务院公布有53个社区工作者因公历殉职。全国各地慈善组织收到超过292亿人民币的捐款。中国外交部的态度大真硬，针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真侪改用武汉冠状病毒来讲 WHO 已经定名的新冠病毒，发言人耿爽找到各一个批评美国政客无尊重科学甲 WHO 的决定，甲中国甲武汉污名化，谴责这款做法。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本地初步要开始的日本春季羽毛小演、加意大利脚球赛，也有 F1 赛车是照常比赛，不过因拢无要对外开放。日本大小演春季比赛初步展开，历史一透早出现大阪浓缩区的府立体育会馆。为了避免甲大众接触，拢是坐客运车也是自用车挂喙网。入门前也爱喷酒精消毒双手。采访媒体入门前同款爱消毒，并且量体温。采访律师也爱踮伫2公尺的距离外，也袂当进入休困室。日本小演协会3月初宣布，本季为期15天的比赛无开放观众入场，创下二战到今75年来头一摆无观众的特例。历史自赛季开始前，逐天都爱量2摆体温，若讲连续2天体温超过37.5度的发烧低寒，是爱退赛。日本的小演比赛意向真热门，场外总是插满写着历史名的加油机啊。本季比赛伫病毒的影响之下，罕见的内外拢冷冷清清。仕方ないと思います。镜头转到1600万人面临封城，疫情紧张的意大利，虽然体育部长呼吁停止意大利夏季卡球联赛本季春的比赛，也毋过祖文特斯对上国际米兰队的比赛初步如期伫杜林闭门展开，祖文特斯2-0胜利。中华联赛龙头，当地媒体报道，一旦官员甲联盟参球员达成共识，意甲本季比赛真可能暂停。Sospendono sicuro domani. Si tolgono sta partita che dovevano togliersi e domani sospendono tutto. Troppo grave la situazione. 1日方程式赛车也将出现史上第一场无观众的比赛。2020赛季第2站原定3月2日伫波湾国家巴林举行的夜间比赛 F1 巴林大奖赛，初被宣布停卖票券，车迷借当透过电视转播感受现场刺激。被看作梦大4大满贯赛以外上重要比赛之一的加州印第安全棒赛，原定这礼拜开始，不过因为洛杉矶东部出现确诊个案，初考宣布取消，成为梦大因为疫情取消的相关战级比赛。记者综合报道。
立法院的秘书长林志嘉在今日针对立法院防疫措施接受质询，也强调讲外9位来宾若准是对一句来的，会先甲因拒绝；若准有2位立委方话掉，也改做视讯会议，甚至是有可能会提早休会。自政治立法院，自警随体力量体温确定无发烧，戴上变色的大纸才会当入去。卫福部这边变更这个药品的许可证。那政治立法院严格控管，立委质询讲到喙烂直喷，一结束工作人员随用漂白水切质询台，也将麦克换掉，用酒精消毒。委员会结束，工作人员也继续切质询台加入面。另外，连续审查会开会人数多，委员会也会开窗啊，加强通风。就惊发生韩国国会议员确诊，国会闭馆消毒的情形。立法院防疫严加清采。疫区很明确了嘛？对，高风险的国家有没有这个名单？国会外交以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完全中断，我们一定要跟那个就是指挥中心随时保持联络。如果他认为说这个已经到那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就请他不要来了。秘书长林志嘉提到，针对立法院防疫备询，强调目前暂缓民众参访，国会外交上外宾若来自疫区是一律削绝。更加强调已经做好上摆的打算，若2位立委确诊，就要改成视讯会议。疫情更严重，将要求暂时停会。到最后，如果说有真的是情况很严重的时候，我们也有可能要求我们会暂时休会。如果一个学校有2个学生确诊的话，全校就停课。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立法院是不是应该也有一样？有这个状况产生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个场所可能就势必要做休息。林志嘉强调，立法院也将规划配合税案，和清洁人员甲司机，保证已经暂停前往疫区员工的出国申请。若讲有员工防隔离，也会依照职务代理的规定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在今日去到桃园视察翠暗工厂，感谢台湾企业做回来斗3工，也宣布讲，伫这礼拜已经会当达到一日生产1000万地翠暗的成绩啊！台湾的防疫实力也互世界看到。总统蔡英文采购到桃园视察翠暗工厂，感谢企业配合家己翠暗国家队团结防疫。所有成绩拢是有先计划提早启动，第一波60条翠暗生产线已经完工，也有第2波30条，3月底也会陆续交机。今麦也正式宣布 ，MIT 翠暗已经会当一天突破1000万片。我们虽然是一个不是很大的国家哦，但是我们国家的实力在这一次的防疫的行动当中完全展现出来。已经有越来越多人了解，台湾就是全球防疫网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蔡总统肯定台湾中小企业世界级的实力。即马桃园这间翠暗工厂已经24点钟运作，更加有国军支援补充能力。即马就惊武汉肺炎疫情继续传烧，总统府也加强防疫。记者采访总统时，不再使用麦克的架仔。距离也久远，另外总统、副总统行程也拢加开。不论是官邸或者是我们的总统府现在的这个防疫管理做得更周全啊，也希望就是说在整个防疫的阶段我们能够确保大家的健康跟安全。副总统跟我的行程我们是有错开的那也是希望能够让整个政府的运行不会因为某些疫情的发生而造成在运作上的不便。至于国民党选出的新主席，蔡总统也对此表示恭喜，希望甲江启新主席同齐良性竞争，在防疫期间共同处理疫情。蔡总统也表示，今麦台湾防疫做得好，已经让全球注意到台湾的实力，希望大家同齐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中经院伫初步宣布讲，已经合成出会当判断武汉肺炎病毒的抗体群啊，若准是顺利生产，到时民众去到诊所快速体检，上济20分钟就会当知影咯。那这个抗体如果只跟任我的抗原，也就是我所谓的 nCoV， 就是刚才甲对呼吸道采检落来的检体放伫咧试剂顶头，总共出现2条环线，就表示确诊得到武汉肺炎。这是中研院基因体研究中心上新研发出来，让人快速体检武汉肺炎病毒的试剂。采检的时间只需要15分到20分，流程就甲验流感同款。目标是测抗原，因为在抗原大量产生的时候呢，这个是一般感染的人员最具有感染力的
最具有传染性的时候，所以希望说能够测到抗原呢，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对感染的人员进行合适的处理。未来准讲会使顺利把这试剂量产，民众就会使去诊所采检。不过是不是爱教采检的对象分流，避免武汉肺炎高风险的族群去诊所采检，同好降低群众感染的风险。中央研究院院长廖俊智透早去立法院报告，也有进一步的说明。在基层诊所的时候，可能就要先区分所谓的高风险病患跟低风险病患，再做这个快筛。这样的抗原，我们能够诊测到是在早期或是中期，或是末期，或是都有那取怎么样的检体的量等等的，这些都还是未知。除了快速采检的试剂，美国药厂即阵佫研发出试验性的药瑞德西韦，去互看做有压制武汉肺炎病毒的功效。中研院院长廖俊智表示，台湾即阵因为确诊的病例真少，现此时已经和美国进行临床测试。那台湾国家卫生研究院也有中央研究院也宣布成功合成纯度真悬的瑞德西韦。不过，这合成的药也有真侪困难，需要克服，无一定赶会赴应用即届疫情。不过，会使身体未来其他大型流行疾病做准备。记者洪敏珍、王德心、桂俊林台北报道。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的行动是继续在进行。罢韩团体伫透早甲第2阶段40万份的联署书送予高雄市选委会。高雄市新闻局也表示讲尊重罢韩团体。罢韩团体靠100外人中到位高雄市府凤山行政中心出发，阁有载400外箱联署书的货车游行到附近的市选委会。按照选举罢免法规定，去年高雄市长选举人数228万外人，伫第2阶段联署的人数就要有10%以上。罢韩团体推算，要超过23万份才通过关。现此时正式送出40万份联署书。40天之内，我们完成了超过55万份的联署书的联署，并且我们会送交其中的40万份，这样的进度远远的超乎预期。大专院校期末考的之前，所以同学们赶快开始念书，好不好？我们现在先把书先念一念，到时候呢就不会因为要期末考而丧失这回乡返乡投票的这个机会。不过，高雄市长韩国瑜下晝无公开行程，市府强调，这阵市长专心市政，把防疫的势头做好，嘛提醒主办单位要做好群众的防疫措施。目前为止，高雄市政府专心防疫，所以虽然主办单位今天送件，可能是超过100人以上的户外活动。即使是针对高雄市政府，我们也呼吁主办单位要关心自己的健康，也关心群众的健康。希望说我们的党中央可以来协助我们高雄，因为2018年是一人救全党，那2020年希望我们全党一起来守护高雄，来协助高雄。同这时阵，伫市选委会头前，嘛有几名挺韩国瑜市长的民众夜骑天开口号表达支持。警方为做人墙，甲双方隔开，无发生冲突。那照法律规定的时间推算，罢免的投票时间会伫6月中，嘛就是可能伫6月13进行。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的疫情，互真侪艺文活动，无就是取消，无就是延期。亲像抓风吹剧团，对2月开始已经取消40多场的活动了。常常向囡仔遐囡仔这感觉真趣味的抓风车剧场，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已经取消40多场的演出，无演出就无收入的演员，唔是去其他的所在做散工，都是食家己的老本。打工很多啊，有去咖啡厅啊，也有在外送平台，也有在健身房。像打工1个月有1万块吗？怎么可能？你们打工有1万块吗？哦，没有，哦，没有。还有没找？有存一些钱呐。剧团演员甲技术人员恐惊半年无收入，抓风车发起线顶的剧场活动，逐礼拜推出几下的底片，嘛会对外征用创意的影片。若录取的人会当摕到3000块的奖金，帮助剧场的人以外，嘛呼吁民众会当伫网络顶端支持因的演出。欢迎大家！那演出的活动照常举办，文化部是建议表演的场地以降低风险来做优先的考虑，建议尽量避免人挤挤停停，座位会当采取隔开的方式，或者是保持1公尺以上。不过传出有部分的场地为着要控制人数，要求演出的团体座位爱采用每回座的方式，或者是卖票敢若会当卖到5成。针对这点，表演团体表示这会互因无法度生存落去。
表演艺术团队通常一个演出，如果票房没有卖超过6、7成啊，大概都是赔钱。你用梅花座一做下去，坦白说，票房不会到5成，那绝对都是亏损。表演联盟指出，文化部是建议，毋是硬性来规定。若是表演团体会当甲防疫措施做好，希望场地迄边也是会当有一定的春秋，毋通用规定甲表演的空间缩白条咧。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国际蓝点配合防疫，也改变因的做法。台南市政府佮甲蓝花分散到4个地点，予民众参观。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生理影响程度就要听候到第2季订单才会知影。南花伫风中摇来摇去，而且满岛总野艺文中心的环境是真清幽，而且欣赏兰花是特别水。2020台湾国际蓝点受到武汉肺炎的冲击，全部延办。台南市府甲展场内底的兰花用遍地开花的形式，刷起10外个景点布置展出，安尼民众就会当就近欣赏。室外的人不用那么密集，而且在外面看呢，比较有那种看展的感觉啦。总野艺文中心这边是我们的古迹区，这些日式建筑都相当的典雅。那跟兰花整合在一起，搭配在一起，可以说是相得益彰。台湾国际蓝点已经办16档。去年2019年的台湾蓝点是创下113亿的兰花外销产值，成果是真好。也毋过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台湾兰花协会表示，原本第1季接单是接真济，加上外销市场以欧美甲日本为主，总体是占8成以上。对今年的订单情形是真烦恼。台南市长黄伟哲嘛讲，兰花的订单一定会受到影响。因为他没有办法看到实体的花，所以就变成必须用其他的方式，电子交易的方式或其他的视讯的方式来完成，那肯定会受到一些影响。这个真实的冲击会到多少还不知道，但应该是在第2季以后会，我们问一下兰花业者，他们会比较有一个接单的状况的。国际蓝点延办，台南市府用无同款的方式展出兰花作品，予民众去室外透开，嘛请观光客去景点佚佗，暂时解除肺炎疫情的压力。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就爱请农友就爱注意咯，伫家己铺子的艺人田也发现到球形菌虫，已经有11公顷的田受到虫害，这也是国内头一摆在番麦田以外作物出现球形菌虫。咬到其中一层的叶，叶仔出现去互虫加过分叶，毋过这毋是番麦园区，家己铺子川较田打正3礼拜田区，发现才出现球形菌虫的危害。真都拢死心尔，拢食甲拢死心尔，拢发起来。啊，若有头落是会注意啊，无头落就无注意啊。头一摆伫咧番麦园以外发现球形菌虫，无到1礼拜已经有11公顷的川壳田防霜断，农改场紧急进行用药防治。因为嘉义埔子地区大部分都是有机栽种，所以如果有发现的话，通报之后再用，可以用苏力菌做防治。川壳也就是人在讲的艺人，甲番麦甲高粱的关系真远，主要伫咧汉药配料，还有电补的食材。全台湾差不多种200多公顷，其中以台中台nghệ、彰化二林、甲嘉义东石埔子种的面积上快。球形菌虫可以危害的农作物种类非常的多，然后尤其是禾本科的作物。那我们这一次第一次在薏苡上面发现球形菌虫危害，那我们也会针对其他的薏苡田区，请农民、公所跟我们县府的人员会去加强做巡查的动作。因为目前拄好是早冬的时阵，农政单位嘛密切关心其他的作物，而且嘛呼吁去年种番麦园区收成了后，要进行翻土泡拍的，也是来引残，会当破坏球形菌虫的生长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公路总局也甲原住民合作，整修第24线布袋公路，唔但甲车路修理甲真好势，佮结合在地生态甲人文，也变做屏东地区上界情的旅游景点。第24线布袋公路保存落开做元素的风貌，佮人文特色。沿路会当看到断崖石壁，佮有樱花王，还有去温泉、桥墩半天悬的布袋国川大桥，这个真出名的景点，大家拢写袂少游客行脚到，眼界一个。两旁太漂亮了，都的两边的树木，哇，非常美丽，空气又好，都做得非常平坦，值得一游。20几年前就来过，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对，这条路非常漂亮，非常平坦。
2009年无落去风台省长第24线舞台公路总局开几若档的时间，甲原住民合作，整合各领域，尽拼力修复舞台公路。那重建全国上界悬的舞台国传大桥，佮起造四季分明、五花杂色的生活大道。请工艺师利用生态工法加入老开族的人文历史，经受好势的舞台公路得到台湾景观大赏的肯定。台24线，目前。从前年、去年的各项评比，它目前是一个最安全、唯一没有坑洞的这个省道。另外，沿路的栽植的花木非常的漂亮，所以在各项评比上，从前年到去年都是全国第1名。利用生态工法整修好势第24线舞台公路，唔但更加安全，佮顾全自然环境，加物种丰富，生态百样，佮有老开族的风华，无怪这成做屏东上界热门的旅游景点。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历史生活协进会特别举办客家幼春的活动，也会当看到客家的走道，希望会当互更较侪人来熟悉客家文化。加油加油！哇，太厉害了！早期客家人结婚办桌，因为无专门的团队，所以拢着厝边隔壁家己扛桌椅来斗闹热，形成客家人特殊的走道文化。民众伫遮扛桌捧盘就是希望彰显客家庄早期走道喜宴的传统。戴口罩吼，你的桌扛出来，椅料吼，咱长椅撒出来，大家拢扛来食公鸭。一定要带这个竹灯哈。为着展现客家庄传统的迎春文化，屏东县历史生活协进会特别举办合家有春锣鼓宣天活动，现场有学生囡仔用客家八管八音演奏客家喜庆迎神的乐曲，佮有规来社区闹热的弄鼓表演。阮当年拢设计真侪的客家的民俗的活动，希望讲大家会当进一步来认识咱客家过去的优秀的文化。春天是一年的开始，万物拢开始复苏。客家的民俗活动也对春天豆豆开始。迎春文化反映出客家人敬天爱地的传统。主办单位结合表演、客家点心、吃啊和趣味竞赛，规划丰富佮多元的活动，除了让民众体验早期的客家民俗，上重要的是要让珍贵的传统客家文化会使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四方报是台湾头一个替新移民移工报道的媒体。经过各落摆经营权的转移了后，这个黄军人继续延续四方的精神，来替新住民甲移工发声。四方报创办10多年的时间，内部经过侪届调整，现在是由 Now News 今日新闻接下，继续关心新住民的议题。曾经18年的时阵，迄阵细新的这个传播学院的院长，这个彭华恩彭教授来找我，彭教授甲我讲，伊即马细新敢若无想要支持，可能有种种的原因。是不是讲希望阮会当做一寡支持？我嘛讲，这是一个好代志。因为认同四方报的理念，黄军人嘛用行动支持。知影四方报因为资金问题，面对着停刊的压力，黄军人无第二句话将四方报打来，就是希望这2年来大家所做的努力加成果会当继续延续落去。我们每天的新闻随时都在 update， 可是呢，外国朋友们住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可能没有办法随时的跟进这些最新发生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不但把需要注意的事项整理成表格，那我们也请我们的外国朋友，例如说越南的朋友、印尼的朋友录制成越南语跟印尼语。除了文字报道，嘛加入影音的内容，好伫台湾的新住民朋友，拢会当伫第一时间得到资讯。四方报嘛望每一个国家的朋友拢有照顾到，安尼嘛才算是真正的多元。记者杨淑晴、林坤明采访报道。春天多变化，明仔载气象咱也详细来看。北部地区对16度到19度。中部地区对20度到24度，
南部地区对21度到30度，东部地区对18度到26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4度到24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